希伯來書第7章，麥基洗德是撒冷王，也是至高上帝嘅祭司。亞伯拉罕慈禧眾王對戰場轉來嘅時，麥基洗德去迎接佢，又為佢祝福。亞伯拉罕將自家所得到嘅那1/10本佢。基本上，麥基洗德就是翻譯意思係公義嘅王，又因為佢係撒冷王，佢嘅名有和平嘅王嘅意思。關係麥基洗德嘅爺愛族譜，也係佢嘅出世和過身，全部冇記錄可查。佢係將上帝嘅來嘅永遠做祭司。你都想看呢？倆個人有極偉大，連族長亞伯拉罕也將所有戰利品嘅1/10送本佢。佢到利未人嘅子孫做祭司，係照法律嘅規定，對以色列人就是佢到自家嘅同胞數1/10。雖然倆道人也是亞伯拉罕嘅子孫，麥基洗德唔係利未人嘅子孫，總係佢對亞伯拉罕接受1/10，還未得到上帝應許嘅亞伯拉罕祝福。祝福人嘅比兩數祝福嘅人較大，也係冇乜嘅好拗嘅。佢都數1/10嘅祭司，係為死嘅人，仲係也數1/10嘅麥基洗德。就聖經嘅記載，佢係一次上下去嘅。我都做得講，亞伯拉罕納1/10嘅時，利未也有納1/10。雖然利未老佢嘅子孫係數1/10嘅，因為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嘅時，利未還未出世。我都做得講，佢還在佢嘅祖先亞伯拉罕嘅身體地位。以色列人所領受嘅法律係用利未人嘅祭司制度做根基嘅。就按樣來講，倆制度嘅效果那係完全。樣板唔照亞倫嘅體制，反轉按照麥基洗德嘅體制，那愛興起一個祭司呢？既然祭司制度有改變，法律也是要改變。我都倆下所講嘅，就是我都嘅主，佢係屬那愛一基礎，倆基礎從來唔是有人做過祭司，在祭壇前侍奉。我哋嘅主係屬猶太基礎，也係大家所提嘅。摩西講到祭司嘅時節，並冇提起倆嘅基礎，事情越來越明顯。因為那愛一個像麥基洗德嘅祭司已經出現，佢上做祭司，並唔係照人嘅法律規定，係因為佢有唔會消滅嘅生命嘅大能。因為聖經講，你要照麥基洗德嘅體制永遠做祭司。咁樣，因為舊嘅規定無力又無用，就廢掉了。摩西嘅法律無法度使麥基變做完全，總係倆下，我都有一個較好嘅盼望。通過倆嘅盼望，我都就做得接近上帝。另外，還有上帝嘅法師，迄個祭司奉立嘅時，無倆種嘅法師，總係耶穌做祭司，就有倆種嘅法師。上帝對佢講，主已經發誓，絕對無反悔。你愛永遠做祭司，因為有安泰嘅分別，耶穌就上做較好嘅約嘅保證。
還有一個分別。先前基督做祭司嘅親道，因為基督會死，無法度一直做下去。仲係因為耶穌係永遠生嘅，唔是萬人做祭司，所以佢能永遠拯救一切通過佢來親近上帝嘅人，因為佢永遠生等，為基督代求。按樣，耶穌就係我哋所需要嘅大祭司，佢係聖潔、無過失、無罪嘅，佢係對罪人中分別出來嘅，佢嘅地位超越諸天，而老其他嘅大祭司無同樣，唔是當日先為自家嘅罪獻祭，然後再為人民嘅罪獻祭。佢只有獻過100祭，將自家獻上，100就圓滿。摩西嘅法律設立人做大祭司，基督做大祭司還有缺點，總係在有法律以後，上帝用法師來允許設立佢嘅兒子做大祭司，使佢完全直到永遠。